的跳戏的表现一下。那个巧思是用心。8月15就想到故乡啊，想到亲人啊。那你是上到嗌嗎？哦，哦要我今年有回來呢。20年有没有想要走出世啊？好吃啊！哦，那第二不是要接懒做嗎？所以牛呢要猪油啊。你呢？為什麼怎麼個教你呢？煎蛋的時候加一點。夾嘅叔叔不嗌你好嗎？做唔得。那也按會煮菜啊，但唔就唔是社會啊。放對煮不愛對。為什麼志源？我盡量講，盡量講。表我不給表啊。這兩個姐姐她會創一首涼涼送給自己。對啊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橋。今日當歡喜來到桃園嘅觀音。觀音哦，其實未算係我故鄉嘅朋友，因為係大富群幸福嘅隔壁是觀音。故鄉嘅朋友，係故鄉嘅朋友，故鄉嘅朋友啊，因為有心感情動河呢，就是每次打牌後，幸福英雄去看海巡嘅時節，就會到觀音去。好啦，中國已經嘅觀音也特別。幾隻太桃園市來講嘅話呢，就會一個客家人的大本營，也特別十分多嘅客家人，而且呢，也是多元族群在這裡融合。等下來看下參賽者係唔係多元族群帶來多元彩色。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謝玲劉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謝玲。謝玲姐你好，韓劇好，李志龍李師傅。好多謝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志龍哥你好。好，來分享到我一吹嘅參賽者係媽媽劉麗嘅唱下來比賽喲。分享到嘅劉翠瑩、老日嘅志妍、劉姐姐哈。哦，2號3號來分享到係表姐妹檔哦，容阿曼老翁蜜灰，來。基隆他其實總在喊幾個表姐妹，應該算是那個瑪麗兄弟啦。哦，有點像哎。好啦，請講一下鳳珠嘅代表。觀音也特別有乜嘅好搞好食咧？俾睇下手機嚇。兩下係觀音的蓮花季。哦。其實兩下觀光事業做得很好，所以你這裡是蓮花餐，然後懂得觀光魚池啊，還有蓮花池可以去參觀。韓國嘅蓮花池做的超多蛋糕呢。也被蛋糕對，大蓮有。對。可是撐得住我嗎？可以。哦，不行的，他太重了。哦，真的嗎？他很胖。那志源呢？還特別有乜好食的？聽說你自己就在餐廳服務。係啊，我自己是在餐廳做。你也做乜嘅？中餐。哦，所以你把餐具都弄在上面了嗎？哦，哎。所以等一下不用拿刀子，是不是？你看直接拿出來的時候嘞，這就拿出來。這應該也是走出世耳機還有才弄的這個嘛。勵志啊，哈，一生懸命。好，我也特別動腦年一年四季呢都目標嘅拜託多多來觀音了啦，哈！馬上想看一下提出的食材係乜嘅。好，撒下來我打開呢本大家看一下呢度觀音停錯愛食嘅東西咯。哦，蓮藕。既然有蓮花。導演就有一個蓮藕，好，來分享到今日煮一個蓮藕嘅牛仁粽、清風粽泰國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台哦，拖人觀音喺東清風。哦，做泰國嗰度了解。請教一下，你煮一個蓮藕幾多年呢？差唔多有20年啦。哇，咁久。有一擺啊，吼，我去個蓮藕田，過一個蓮藕啊，吼，天哪，看唔出來呢，看唔出來。因為它上面是乾乾的土。哦，你有冇啲嘅地位土油啊？哦，你係濕嚟，其他蓮藕落嘅冇用咗。你係好咧，羅大常常用水滾煸啊，你啊用個機器用水潑，潑啊潑開來吼，等煸。問一下，因為喺韓國嘅蓮藕很有分哦，乜嘅7孔啊，乜嘅9孔啊。哦，係啊，你係7孔嘅。你做埋做啲看出來嘅。啲咧食開咧就看得到。一種類老兩普通嘅蓮花吼，冇中央，啲咧都全色蓮藕啊。姑叔哥，看上嘅蓮花，老師嘅一個蓮藕係冇中央嘅，也會開花冇？也會開花，開拍花。哦，中國呢兩個蓮藕哦，加非常多嘅紫色。種誒要見一未就咪了解啊你。係啦。啲都見咩帶來蠻好料誒。好，打開我大家看。看一下。哦。哇！
这个是切片哈。我睇下嚟試試看啊。哎，看好什么？好，是粉的车耶，而且还老梅耶，係嘛？嘿，睇下吃冬用飯咧，好吃，好吃，老一梅一針掉哈。很好吃，而且当前菜很开胃。凉你莫爽。骗我哦，莫是讲好吃咯。都好食，都好食。又好些咯。好，今日呢就拿一個總阿爸帶來按針掉嘅臉搖來做踢館嘅挑戰咯。布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好，下一關呢拿一個臉搖來到觀音，都有一隻臉搖啦。啊，風水帶來料理係乜嘅咧？藕斷絲連。啊，好像我跟明珠姐的感情理還亂，哦。絕對不是。馬上斷。好啦，某陣要談看一下，咱最近要做嘅料理係孽緣私情，月圓私情。月圓私情還是孽緣呐？月圓呐。我以為是我跟你一樣孽啊，緣。没，我們是月圓，我越來越圓啦。開始講有信心冇？有有哈。有，既然來比賽，開始講就要拿出兩個設定來咯。好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 1。搶開始。哦，可以許咯，阿姐。好，來我這邊看看吧好。志源是我們的廚哎，師。中餐走重串的對，哈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哎，那個架是去骨嘛，對不這對？是賣雞肉的嗎？瓊良哈，它這個去骨啊，算是重串烤重串的一個基本能力之一嗎？靠中川饼皮干是冇靠呀了，但是人家做厨房的一天会不会了？哦，他自己的功夫啦。而且你六米10分快，我們真的很用心。講真嘅呢，去市場買很幾太太就好誒，可是人哋起價來太，當然要表現一下志源他的真功夫啊。還沒有跳戲要表演一下。他的挑師是用心。志源，嘿，媽媽教你煮菜嗎？哎，系啊，那媽媽也有去考嗎？有啊，有哦。有啊。媽媽應該係重創的師傅哦。誒，中餐西餐都有。哇！啊用，不是小李啦，莫是用現狗一款下爛水。你是怎樣怕看了兩個太厲害了，壓力太大細串到了。重創嘅破音。對，我們先想想得獎感言哈。哎呦，又挨驚到。哦。俺老英講，基里紅沙區係師傅啦，怎麼辦？用個沙。唔怕唔怕，那我們是什麼這？個是什麼？我們做的是什麼？有月演吗？圓詩情啊，我有懂三倍哎。月是懂哪一刀啊？月就是圓啊，你會想到圓啊。那詩情呢？呀，啊，離鄉8月15就想到故鄉啊，想到親人啊。哦那你有想到愛嗎？哦，有哦有哦我見面有回來呢。你很油腔滑調哦。哎呀，你啦，你有冇想到吼？那該蓮藕那來做牛蚧啊？蓮藕也是算圓的嘛，它的形狀跟這個肉可以攪在一起，這樣子做。那該地北獨有蓮藕嗎？裡面有蓮藕、香蔥，還有那個蛋白。哦嘿，跟你講嘅蒜頭咧，天香啊，先講我先冰嗎？哎，嗯，好啦，等下都轉來哈。哎，好，我先通過。嘿，哇，我們切的形狀好可愛哦，各種嘅形呢。哎，志遠，跟有地北獨有幹嘛的東西啊？加要潮腰，做啲那先用低溫是不是？系啊，愛幫佢熟哈，仲得強。摸痛大火，痛大火地都唔會食，嗯。你20年有沒有想要走出世啊？好吃啊，哦，那第二不是要接懶做嗎？那是你。所以自家想嘅選物嘅是攞去學，系啊，然後學出興起，因為興起來哈。系啊，嗯。等下做廚師幾多年呢？ 11年左右，11、你怎麼12，看起來才20出頭而已啊？你是從8歲開始嗎？沒有啦，就差不多15、16左右。嗯，對哇，懂音真呢啊！這個為什麼叫藕斷絲連呢？對啊，馬上我們要馬上問呢。等謎底揭曉嗎？然後好，等謎底揭曉後，哎，對，聽聽那個。我們希望有期待啦。好。好。你煮出來，我希望問太家有點驚豔的感覺。嗯，哇蓮藕其實講品嘗的菜，所以
要有一点创意的地方，做出来。他最在乎有没有创意了这个。啊，假使你想的不能俩个师傅就惊喜哈，你就鸡肉不要熟，他绝对惊喜。对。哇，他们2个真的是我看到，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个主厨，一个帮手，我们现在是2个主厨。对，真嘅。豆腐下面还安用吗？志远，你这次家里自己会煮菜吗？哦哟，哦哟，自己有事啦。啊，你还会泡鸡球啊？这个要炸多久？差不多嘞，差不多嘞。好，等一下，或许我们等一下过来看你们炒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来。哦，等一下，全部给切出来切油油哈。还有，好了，我这个先摆这边。好了，好，你现在切小黄瓜。哎，这个勾芡是要淋在这上面。哦。我淋到了面蛋。哎，酸菜。要怕冻粘到哦。那个莲藕有先通沟是吗？有。其实我有时候看到莲藕会有密集恐惧症。会吗？你自己看。你有没有想到哦？马上那个痘痘啊，痘啊。所以俺细细时节我不敢吃。哦。哎呦，我表演哦。我看你的肉是冻香哦，该地保独美就是鹿干嘛头酒啊、米酒啊嘛个哦。佛教。姑说你当我老跟肉眼糕拿到啲豆毕业了，咁咪夾到盤啊蛋糕，讓你到點上去就好誒。啊，今年也負責嚟切東西哦。冇啦，那就協助啊，很熟啦。小幫手。係啦。哦，很加用酒哦。做法真的跟烙赤龍哥有得比哦。好，注意時間咯，差唔多了。好了，就按用型啊，你等啲啊。好，所以你下阿慢接線咯，擺盤吼。啊，你下好咧，最後是不用下去啊，拎上去是好咧，好。要叫咯，冇時間咯，哈。好，我們過去看一下就要倒數咯。哇！咱水差唔多咧哦。係啊。雞粉係嘛嘅？調酒膏係嘛？係啊。先關火章架。為什麼要先灌佛掌去加？你講佢安尼冚落去好辣啦。那個醬係咪要現炒過啊？係啊。它是用這個熱氣炒。第2碗是什麼？剛剛那個蒜絲嗎？烏醋。烏醋。它兩個咧？味淋。哦。啊，你要碗呢？麥芽。麥芽？芒啊！為什麼要加麥芽？藕斷絲連。哦。要這麼多酒哦。我帶去酒店啊，很棒哎！來，你下跑出去變做民主節最好食咧。係咩個意思？所以等一下食嘅時間會搶緊那種拔絲地瓜強容。倒也沒有那麼拔絲，可是你會有口感是感覺是有一點像牽絲，哎，馬扎香哎。Q 下，而且很香哦。怎麼辦？我們會不會飲太多？你睇吐出嚟味應該係酸酸、鹹鹹、甜甜。係啊。很厲害哦，你看佢數據就低哈。這種就是一定每天都要做菜的。我們太幸福了，你看媽媽直接當小幫手，差不多了。你等下吃米頭哦，哈。我們先倒數哈，慢慢做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下鐵觀地圖，哪部卡米西烤好食咧？哇！好，2組都是本嚟厲害哦。你看，藕斷絲連，月見相思是月圓絲情，你看呐。月圓絲情。哎呦，梁祝吼，光這個名字是動厲害的。就懂用心，來吃吃看我的，真的是藕斷絲連哦。好，就你看，哎，該筍條就有絲連的呢。對呀，給人連芒芽糖哈。今日要拖出來，按到藕斷絲連啊，因為有加跟那個麥芽糖。我們這個是去骨雞腿，加鮮菜哦，哈。哦。試試看下咯。佢竟然有凍軟呢。我呀，米頭很真的。佢連藥咪凍脆哦。聞起來香氣有夠，吃起來又唔會像蟲啊呢。其實學兩頭菜之前，我們去學過用麥芽糖來做嘅料理。哎，我發現到吼，就是它可以取代一半嘅湯，
但是它还可以增加它的粘性跟那个拉丝的口感。跟颜色哈。咱水给阿姐来公款，给他们评价一下。当好食，这肉哈，冇软啊，当脆。它就给铁皮用嘅给辣椒哦，免会冻辣，嘟嘟好。而且我觉得啊，最主要会给它蜜头有很多层次，是真的。但像给它调蜜就加了很多种，不是单一一种调味，十分用心，真给黑暗的师傅吹。来换吃蓝队的款呐。你下望一下咱食嘅肉膻哦，咱像係雞啲味道嘅肉膻肉蓮藕，跟外邊嘅蓮藕咪做啲強下食。好，來吃吃看哦。聽到大家講哦。因為今天哈，係因為現場嘅這個鍋具限制，原本哈，我們是想要把這個肉膻哈萃出來給拿來做這個薄芡的醬。我大家看做啲食出來凍好食。蜜頭當蘸掉，肉眼都這樣用水煮嘅，骨頭當嫩。兩位師傅吃到樣吧？豐盛的蜜頭，好吃。之前吃到咧？好吃，它不會有那種肉腥味。哦嘿。佢裡面有特別調嘅醬料，係啊，好食。係啊。假使係轉經要脆服啊，真的我們的美食可能好出來。不過我覺得光想法，跟肉膻啲味道，喺做啲撈緊蓮藕用落去，絕對到間蓮藕嘅口感咪凍好啊。當有創意。哦，緊張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前來搶謝玲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！等下再接再厲，看一下2個搶本分數。耶！謝玲師傅搶我自高一下了。佮切蓮藕噶哈吼，個蓮藕係用朴刀去切，就唔好切到咁難看。硬個蓮藕煮噶哈，應該要先冰落去味飛，無韌味，啲都燙盤的啦。你搶夾個按泡個有冇？夾啲按泡個加調絲，夾個蓮藕絲，個蓮藕有個嚼到個味啊，有個蓮藕有香。啊，呢片我比較過分呢，就因為佢。蓮藕亦係有溫度嘅味嘅香氣啊，比較呢個兩脆都當好食啦。真勁！啊，2個你嘅想法係乜嘅？一切建議啦，哈，冇想象多啦，哈。整體搭配都很 OK。我覺得2個建議，一個建議就是，你既然要有放大椒餅，你倒不如把這個做成椒麻口味的，因為你在炒的這個鍋鏟中啊，冇用到椒麻，跟小米有啲打手。啊，個再來就係蓮藕，應該要先落去燒一下，到後半雞肉當落去半兩度，因為雞肉做得嫩，但是都 OK 的。啊，所以我會選擇一片，只是講這2個缺點，現在轉過來吧，可能會較好。啊，一片呢就加下全部講到兩隻缺點，一隻肉也冇得到，不紮實。天意可能因為器具嘅關係，要用所有嘅甜味全部都給湯裡邊。結果人家湯又冇拿來做醬，有啲冇用水去做，所以食唔出肉圓咧本身嘅甜，所以蓮藕本身嘅味道就冇安錯，所以一片分數我就會較大啲。好，有一些咧各組呢都有行卡，做啲個加分嘅素菜，唔過呢都得到一份好菜。啊，就心肝都就較甜甜嘅，唔過呢接下來咁樣看一下，你有一個陸師傅咯，謝玲師傅嘅看啊，那一個蓮藕呢，佢做得變化出乜嘅速度出來，老太太來分享呢，聽下來看下咯。總鋪速擼菜。好，又到係謝玲師傅嘅時間咯，謝玲師傅今日帶來嘅菜色，乜嘅菜名？唔拄好煮凍。5度後煮凍嘅，偶然遇見你啊！哦，我以為是剛好遇見你。5度後煮凍嘅係撈個雪菜就相關嘛？係啊，蓮藕啊。哦，偶然的偶。偶然的偶，遇見你啊！偶然遇見你。那麼多的食材，我老臉子老拍過，我想通嘅哈。啊，還有買個雪菜撈大家全部講聽。好，你係木米，我哋全部椴木香菇嘅木米，五香菇，你係荷蘭頭，你係粉薑，你係any食麻油雞啊，any會用蒜頭、胡椒粉、米酒，因為我哋食菜全部冇用鹽，用米酒、麻油米酒炒嘅。最尾雞粉係乜嘅？我切嚟蓮藕啊。我安尼食係，我用米個，我米嘅係洛神花枝，洛神，洛神花。跟米俩凍，我講食水凍醬哈，凍天然嚟食，冇用食素。生下來繼續開下樣嚟煮哈。兩麻油，
啊，你遐套出来做嘛个没有用马油啊，那分我种就想讲做马油嘅原理来做。哦，哪知啊？啊，毋过你係講你遐本土總在聽過。我過一啲啲咧，人喺兩邊煸一下啦。哦，你俩系冇按辛辣呀？你唔可以當先啦，我先用兩煸，兩蓮藕先倒落嚟煸。用麻油來煸。嘿，煸咧，我帶做米酒去煮機。啊，蓮藕咪係切薄片嘿，嘿，切薄片啊，沖入嘅蓮藕來講嘅話，其實算較濃嘅，對不對？較濃嘅係用薑麻落去，然後以綜合體去啊。睇下蓮藕要按用炒過嗎？冇，用麻油來做。唔是。你俩用麻油做安尼做，你也做得熟哈？做得。哦。冇三都是有樣啦，你下冷淡。椴木香菇。嘿，用蔬菜。嘿，用兩種用蔬菜。哎，木米摸那裡炒先燙過呀。燙過。燙。然後聖誕樹咪不用下去嘅哈。嘿，米酒。哎呦，真嘅有加米酒哦。真嘅你要用米酒煮啊。所以那個蓋酒嘅做法咪就強用。強用啦。要這麼多酒哦。我蓋去酒的啦。很棒哎。來。你遐拖出來變做民主節最好食咧。米酒煮啊就冇酒精的啊。係啦，就冇酒精的。留香味而已哈。啊，師傅問一下，怎麼解？沒有蜜過那個洛神的先不用下去啊，蜜過洛神的。我等下你要擺盤的啦，擺盤的哦。誒，該熟嘅是的啦。哦。我不用一啲湯。哦。如果需要麥糖的話，我們這邊有哦，麥芽糖哈。麥芽糖。我不用調油啊。荷蘭條咪先燙一下哈。做得燙過就做得辣。所以要煮油嘅米頭就會麻油咯。對，麻油啦，你調油。調油。啊，做乜嘅聽錯加香菇啊？我加香菇做得嗎？佢做乜唔做都做，唔做嘅都按到食出來輕食的就像食菜用嘅，安尼食菜已經沒食得嚟啊。他就是偶然遇見你，看什麼樣懂族有很多人都是偶然遇見。我們可以訪問一下嗎？你都睇白嘅故事，有沒有哪一個對象是你就偶然遇見當幸福嘅感覺？有啊，我特別未拄到當幸福嘅感覺，拄到你都用喺度當幸福嘅。哎呦，原來你吃小鮮肉，哎，比較肥一點的3層小鮮肉。啊，唔是好養啊，又好食啊，呢個好咧。用大片圈去炒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哦，你喺做擺盤的呀哈？我哋做擺盤未食得咯，你還未食得。因為用擺雙魚魚條做咧風色、嗆色、黃色。厲害，要共同油啊！唔多都懂。安娘就好食咯。那個偶然遇見你哦，這種那個題目會不會跟你的菜名有關係呢？沒有，有一啲啲的樣嘅哦。真的嗎？好，今日題目係乜嘅？題目係乜嘅喎？當唔食他們拿來煮蓮藕，這哪有關係啊？有蓮藕啊，哦，很牽強的關係。A 鐵鍋，哦 B 砂鍋，乜嘅鍋嘅？哪種鍋嘅？我盼盼拿來做，他冇食，他拿來煮蓮藕。他有份哦。有。好，先猜拳。好。馬上來猜拳。志源。阿曼姐今日冇講到不半夜來學咧。剪刀石頭布。你講咧。答案 A 鐵鍋嘅 ，B 砂鍋。我想以為老師講答案嘅。唔係，我講假嘅題目啊，答案係兩種啦。2種選一種。我選那個免費記咩都得來，跟我選砂鍋。砂鍋，因為砂鍋煮魚頭的嘛。對。好，所以我哋嘅答案，睇個牌兒，我哋想選 B。那我們也只能選 A 咯。中餐廚師，你想選哪一個 ？A。哈？好。我改嗎？不行的。好啦，看一下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答案係。因為牛呢要煮油啊。牛呢？為什麼這麼個概念呢？
煎蛋的时候加一点。夹可以干嘛？夹也是不爱你好吗？做唔得。咱嘅阿妹煮菜啊，跟唔就唔是谁的啊？去放水煮饭还是？为什么志源？看一下到底答案係 A 又係 B 咧？答案是 A， 耶！果然係做中串的，我做乜嘅咧？莲藕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，容易和铁器中的铁离子作用，形成蓝黑色或黑色物质。建议选用陶锅或是砂锅烹煮，避免用铁锅、铝锅，以减少氧化的作用。係你下意思嗎？志遠是這樣子嗎？係啊，究竟會變膚色咯？不好不啦因，為有黏液啊。姑叔，你本來都好煮菜，加食譜就搞呀，天。對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冇煮過啦，不然這樣讓我們食過好嗎？哦，可以嗎？啊，姐姐可以吃，張伯謙就。我們可是瑪麗兄弟呢，他等下跳起來給你看哦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偶然遇見你，咁樣啱歡喜嗬，來到觀音一道 V 偶然遇見大家。嗯，哦，解下摸杜河摸都道嘅答案啊！你土豪摸湯爐嘅答案啊？阿就學到嘅英頂下會公平哦，要講評一下哦。有洛神花嘅味是嗎？非常有。係酸的也係甜的。酸甜酸甜嗎？哦。吃到尿白，志遠。很養生的那種感覺，對。我也是講是仔吹吧，唔可以有嗰種油耗味。啊，你是有很清爽的感覺，很清爽。还有不有是料，洛神花料，完全把这个味道都综合下来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啊，你也可以沾这个吃看看。係啊，你要用嚟做啲試款。蓮藕按你換啲色一啲啲吃款呢？你用上面做啲試款。哎，阿六師傅，你吃到咧？他說要買油lau要蓮藕，飆起來香氣非常的搭配，非常適合啦。有的新人嚟啊，唔敢食一嘅蓮藕啊，嗬，叫佢出幾種上嘅味道，或者係有一種鹹味，加上用炒高後全部都融合嘅，用麻油當半熟，而且現在入秋了，可以開始秋補咯，補一下身補一下身體嘅嗬。好，頭前一畢業。我一樣嘅朋友，兩下我實地過來咯，嗬，馬上就會進行最百米館挑戰。藝係太總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天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撒亂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最百米館啦，料理接力賽。接力賽所以看哦，等一下主持人係到哪一個順序？對，我覺得這個設計的用意好像是看看主持人到底會不會成為老鼠屎。嘿，前見唔會。哦，今日做嘅菜式係乜嘅？今日做嘅菜式係合菜戴帽。合菜嘛。合菜戴帽。戴帽。其實人家龍澤師哈在教育部叫做戴妹呢。戴妹嘛。他改編的。合菜是什麼？合菜撈熟就嘅雪菜，切炒芎下，而且而且。它帶一陣摸落去。這是專門的菜名嗎？真的，這是從北京傳來嘅。哇，我真的學到了。兩泡水最困難是到該煎軟哦，煎到醬，然後還要翻面，有人最會了。我很會翻蛋。好，誰先？我跟你猜拳了。箭頭殺條布。好，我先，我就這個啦。好，1、2、3，變軟。Yes。好。專長嘛。非常可以做對，因為我前面兩個廚師應該已經處理好些咧。你要透水除了變軟之外哦，該刀工未易繞勁哦。好，模式按用該揸好咧。1、2、3。哦，咩刀工咧？哇，那這個是實力派的2號。要強下嚟啦。好，你最百米館咯，太起架，變起來哦，馬上就來進行最百米館料理接力賽。好，三下來呢個館呢就會料理接力賽，也非常的緊張。太起架準備好先冇啊？有準備好了嗎？有。好，各就各位就挑戰位置了。
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喽！来，夹争取时间，夹走。该不会俩头锤没按到藕断丝连了？不要。朱迪安碰牌嘅食材呢？该得猪妞吼，我真的很想吃哎，是有分2种嘿吗？你要吃吗？生的不要，这个应该是腊肉可以吧？那个旁边的呢？为什么要分2种来猪妞？它本来是北京菜，然后我们把它改变是有点客家料理。哦，原本系北京的料理啊，唔讲呢边做系客家料理。嘿，然后个咸菜乾加落去。嘿。而且咸菜乾以外哦，還有cái春條呢改版係乜嘅？條皮啊，條皮，跟牛內要豬油啊。牛內。哦，為什麼怎麼個加牛內呢？煎蛋的時候加一點。啊，那你們那個量是該量係杜河呀，還是6寸呢？6寸的。摸眼多啊。摸眼多。誒，夾住叔叔半矮啲好嗎？裝唔得。該總得平長度哦，長遠。我們也需要一點點就好。你看一下媽媽的刀工多厲害。哎呦，哎媽媽，你怎麼個先切辣椒啊？啱啱上緊切得到呀，冇想講啱啲蒜頭冇影響到。哦，用嘛，寧英。哎呦，我還想講辣椒係後來長會變嘅。好，繼續來準備我們的食材真嘅合菜哦。嗯。非常多用法。兩頭上咩係藕斷絲連哦。對，好。哦，來看一下，真正厲害嘅豆乾哈。我們剛剛在分棒次的時候就已經係提2改嘛，所以就針對提1改到提3改都會分改時，我就直接問，馬上寫東西好夾。我們那個姐姐就直接 cash 講，俺好夾。可是剛才上一關那些黑阿蠻機切較多哎。所以我們切的比較慢，沒看到。好了，這一次怎麼會這樣子改變啊？就是換我們這個姐姐先來刀工的部分。我也不表現一下。哦。送甜食哦，不表現啊，吼。你緊講啊，緊張誒。啊，你會夾切咯，因為等一下吼，假是冇切太咯，你啲係馬上繼續切嗎？我不能打呀。冇，還不會打你，但是我會動手裡哦。沒有。哦。張博球，我反而覺得你煎會更難。煎嗎？煎咩？亂中下魚之後，你會煎時候。蔥或薑。不該走對了，怎麼了？等一下，剛剛劉師傅的眼神有點怪怪哦。唔會啦。其實食材哦，2組都很厲害，但是我要拿一個分大家看一下。你睇條鴨吼，也可以叫做鴛鴨係嗎？銀鴨。這個我們特別把個條尾哦先拔開嘞哈。這個是該下長得白的哈。啊！傻！我天，恭喜你！你現在都是線亂頭嘞。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停。好，往來。哦，還有哪個會切？這個對半切時候嘛。好，博謙，我等下再回來了。拜拜。哦，你慢慢好自為之哦。哇耶！哦，要跟肉很強哦。媽媽一桶係嘛？來。3層肉。來嘢阿妹煮菜啊，咁唔就唔是少嘅啊。當手煮本來食。為什麼志遠？因為冇煮本媽媽食。佢煮本加補養食啦。好，小抱怨。小抱怨。你是不是也是都煮本補養食？先煮本媽媽生啊，當煮本補養。哦，棒，知道了哈。因為牙心口佢較暗早下課，所以9點鐘、10點鐘食飯。哦。按部條都冇咁牙食。這個臘肉，我發現家家煮少誒香味，我們這邊有這個臘肉，肯定增加香氣，會提味。對，所以而家真有上燈也給得獎感言呢。哦，有啲啊。真嘅，因為佢他第2棒係張博謙，也得已經。數位級別已經增加50分嘞。對，300%差唔多。2份煮好嘅嗎？3粒。幾號炸生意呢？係3間，叫天野。還有幾號炸豬周廚師？是嗌太模嘅模天。哇，真勁哦！啊，娘母卡本身就會做傳糖嗎？難怪啊。難怪啦。你看，加牛奶落去，各位給乜嘅？太泡粉。偏離粉，較好變面。
那个跟乱要较有韧度，哦，较不容易它唔會實拍啦，對剪它唔會實拍啦。專家。嗯，我係成個意下，跟特別動作會大起來。已經嚴格可以啊，跟波腿會起來。怎樣？為什麼姐姐不要急？姐姐剛才就講，哦，我做啲打亂了麼？我做啲開火了麼？我講，這係我嘅時間請尊重一下。那先炒也先點啦。那先炒現炒。你要不要問問看啊？幾條剛才就講啊，現炒。了，悠啦哈，有夠豆豆。好，你不要破壞你這一組哎。我跟你講，其實我的厲害的地方咩都提你改。你厲害的地方不是吃嗎？提上改，因為等一下我有個小秘密，現在我們得講。我等一下教他們。也不是太想知道。盡量講，盡量講。表啊，不給表啊。給兩隻姐姐，大家會創一首涼涼送給自己。對啊。等一下，我有個小秘密，現在我們得講。我等一下教他們。也不是太想知道。我想教他們，我教學相長。都在那裡知心啊。梁靜茹，我到台下講哦，這個戴帽吼，台下說哦，見卵咩？見卵俺點那事情冇哦。我盡量講，盡量講。表會不給表啊。給兩隻姐姐，大家會創一首涼涼送給自己。對啊。好棒哦！你很有梗呢。哎，你超好學的啦。哦，你繼續講，你繼續寫喂。好，我們過去一下。不給表一下。過去一下走。過去了。這邊比較好看啦。兩邊還沒看甜，哎呦，好香哦！天哪，這樣就可以吃了吧？你老婆小孩太幸福了。哦，也個炒到真嘅有動強呢，用個師傅。準備兩腳。對，準備兩腳，師傅都講誒。牙髓呀，下張表係啊，等下還有肉都亂煮係冇？沒，讓佢剪。讓佢剪好各位，甜都當。戴帽，戴隻帽誒。我沒有。吹炒後不用戴，亂戴上。要忙食糕呢，用個啥？唔得那盤呢，給多落來那亂煎。我明煮的嗎？拉高一下，小火一點，然後把它戳破。對，好，不要動，然後盡量拿湯匙把那個娃娃過來，湯匙。我等下會叫你。然後蛋液壓拉過去。你怎麼個對機安火？沒關係。有嗎？那個油沒有關係。再補洞洞，大家可以算一下，這是7孔還是9孔？不用，不同一道。哦，你要炒好嘞啊！差不多嘞。還有做唔錯嘅花佬係講哦，排泄哦，因為佢哋唱厲害嘅。排泄。哦，原來是這樣補起來哦。鍋子稍微傾斜，那個蛋液它就會流出來，你就可以去撈這個蛋液去補那個洞。好幸福哦！搓一搓，這個搓一搓。在學習。一定要把那個洞脫掉，才會漂亮。過一關的，拜。我們老師太厲害了啦！進嚟啦，夾哦，夾哦。羊肉就還蠻撈。不用了，在這邊。醬油是最後才放，跟肉吸一下，這樣才有溫度。哦。對啊，要想說火那麼小。現在那個這油太多了。啊，昨天蓋落皮哦，放在那個肉上面，剛好幫你掃過來油啊。好，不如炒一下哈，等一下轉過來煎卵的時間，我們一起來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來看。精彩的來了，各位觀眾朋友，真正的戴帽還戴妹哦，戴妹都做這的哦，來咯，那就平平的落去吼。哦，聲音該油會燒哦。好，快一點，要快一點，沒關係，再把它破。對，我要不要先把油倒掉？為什麼要用那個碗啊？因為等一下要倒扣。哦，小心會破掉。那很容易破，你現在已經很軟了。對，它一個力道很可。加油加油！我陷入自己的瓶頸中了。啊，師傅，你要就買鳳發的。用這個。好，你用這就好了。對，對，你用這就好。我這個要放下去嗎？對，就等於說快速的放下去。我是用虛劍拉的。好，然後再把它救回來。用快的擺，它就會爛；用你輕輕的擺，唔係往外擺。錯啊，你刮來去啊！加油加油！這個帽子比較特殊一點，放下去它會撐開。不要太多，你裝少一點。好。因為它蛋皮下。師傅很用心的在教我。好，用夾子，用夾子。
啊，我第一次觉得好有压力。在枪跟放在这里做就好。明珠姐，我教你一招，这招绝对受用。厨师帮你来线狗一款，这样画面就不会在这里了。好，好不好？我去拜拜。哦，用不用？好了，我来想想，给地北都我强龙哦。你先用重盘，重不跟像小山丘强龙，然后等一下嘞，我真的给忙他就好多俩一招哦，就是动物啊剪扣了，他走的按用翻开来，好这样。像莲花呢。对，这个给容易的。好，声音哦，声音不用上去，等一下那剪都会剪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你放蛋。声音哦，他们那边已经那个了，我们要成功。哇！剪刀拿来，还是用刀子？剪刀，这里有剪刀。中间，像这个已经有破掉了，从这边剪。哎，你是用剪还是用划？嘿啦，哎，唔可以剪断体。哎呀，好嘞，好嘞。按打的可以。打过来，打过来。咩用木铲食无干杯重重，安尼背重重啊。哦，因为该地北都好复杂啦，所以要用打过来啦。哎，我们至少是完整的呢。给它改片呢。我改片没完整哦。好，赶快过去看呢。一、2、3。啊！哦哟，那可以吗？可以走对喽，走对喽。哇！来，让我们稍微调整一下。哎呦，就后生吗？冲乱爆盘哈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我们好了。好嘞哈，等一下请你一下会读书嘞哦。对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 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等一下像我市群吼，都来今年马赛系今年的台中铺嘞。哇！这杯米亚吃春两公斤，也让他的主持都压了最有挑战那100。哎，杜后我没有想到第3棒原来是最技术性的，后得有压的哦。可是你看看我的帽子漂亮吧？哎，鸭舌还是全罩式的哦，安全帽。来吃看看片啊哈。该还就问啊，袁志公哦，该当不该咩头就够，那个是什么？甜面酱。甜面酱。 甜面酱 K G 选嘿，就是北京料理地北都很重要的一个酱。对，没错。你有没有看到地图切的料？哎，没有。我们妈妈切的全部用太细细，而且我们的料哦，加鹹菜落去哦。有識做揾啲嘢鹹菜冇？加鹹菜、福菜，即係嚟講菌啊。爽 juicy， 好食。真係同咱們資源知道咧。香。 有米抽槍而家擺煮嘅嘛？基本有假粉呢，有假粉呢。係啊，你跟當皮剪得好。耶，媽媽，我差點哭了，因為我怕害了他們這樣。唔，我解下咁講吼，其實雖然哦解下煎軟嘅時就中間有拄到嘛個困難，但是我覺得最後食起來個感覺嫩嫩，拄好凍香凍好食。它應該地北都吼。 要酱没冻好，因为这道菜我觉得要偏甜会比较好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调味调得也很棒，好好吃，我受不了了。啊，蓝水感沟嘞，他们做的也是不错，也是不错哦。韩舅妈有补充一下吗？先吃我们，他说才得比先吃我们的。好。哦，大家都期待一下哦。好，我试看哦。 他们已经为良又线入口，所以该地北图该没事哦。但我觉得还蛮晕的。崔颖阿姨，你吃到嘞？很有客家味，有客家米，有客家米，而且不用俩，嫩撞到该是茭白笋，木米，咩茭白笋，还有茭白笋，有茭白笋系嘛？有哦，不应该写出来了。哎呦，嘴很挑哦，翠英姐。哦阿曼接线来讲。 我吃到冻好食啦，冇想到因為眼會臭。好，今日呢，真係10分的緊張，冇看到兩位師傅這麼焦灼過。剛剛呢，還一段時間去強大一下哦。沒有，該喊你問一下神農大帝咧。好，正經呀，東南結節，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啊？好，調戲一下，看一下其中個搶本分數。
啊，公鸭。难道神农大帝是其这样讲的？实两嘴煮了一煮冻红色、暗红色，然后呢，伊要冻又加一种创意的是客家的梅干菜落去，然后头皮，两片，佢面嘅佢係要加嘅茭白筍，然後豆腐乾，冇兩嘴完全冇同樣，只是說我感覺啦，面試來講，一面試要下好試試咧，表示唔係講凍好暗好喎，我先講做得改變一下啦，一個。卵皮係木柄按刀腰落去煎啊，cái卵皮確定唔會失敗啦。按用一個條牙表面係去掉嘅吧，就感覺要很啊冇同樣嘅感覺。啊兩片呢，因為卵皮啊煎來香爐嘅啦，冇柄鹹淡啦，因為因本身嘅菜就要鹹咧，你加柄鹹淡落去，就食起來就當時鹹啦。媽媽的家常味道，咪煮來當好啦。你下問下住兩個，還有乜嘅冇可能嘅想法冇？其實洋菜就是北京的一個平常的家常菜，所以佢用乜嘅合菜，其實唔係充電啊，因為可能充電係啲一邊嘅炒嘅料嘅油較熟啊，較稠，所以佢較有香味，所以就較唔會嚟爛爛啊。啊一邊呢，而且就是我已經感覺就是較湯湯水水，較冇按稠按有香味按嘅，所以我會選擇一邊啊。哦。好啦，講真嘅你好，廖翠翠，我相信呢，觀眾朋友們學到誒，剛剛呢，我們的翠英姐老實講哈，要不考公年的時間，呢是他們的作品菜，因為它會放10種菜下去，變10全10美。等於講呢，廖翠翠本身就有7家不卡米頭，所以講呢有一點小技巧，大家今天互相學習，不管數樣吼，今日大家都有學習，馮翠得到3本，藍翠得到1本，恭喜！馮翠得到3000元的假菜券，恭喜恭喜你！恭喜！好，我藍翠今日咪當好2項禮物哦，本大家看一下，你係一體成型真空的燜燒罐，還有豆貢那個蔬果刨切組，總共1、2、3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今日東南的機會哦，做有請到大家比賽，先來向崔英姐、老大家來分享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。就按呢機會，我感覺我當歡喜啊哈！第一擺老來叫我比賽嗎？係第一擺，錯不冇衰呢？嚇，都冇衰冇到衰，馬該冇栽到，馬該冇準備到，懂誰？今晚好好睡哦。對啊，恭喜！是嘛？好，志源，唱你老大家講一下禮拜參加嘅心得。初本應該蠻冇衰，應該是要去講摸熊很多，去玩玩看，就來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反正我也做這麼久了嘛，就去看看試試看。而且我剛才在煎的時候，第3棒，志源哥就在我旁邊一直搞我講，而且很細心的教我，很穩定。因為看得出來佢有懂深厚的底子啊。係啊，動溫州咪動就好。對，恭喜！恭喜！上下都要問一下吼，我呢個蜜芙節吼，老大家講下，你下排都參加比賽，有嘛感想嗎？謝謝節目給我這個機會。好搞嗎？好玩嗎？講嘢冇衰冇搞，失眠這樣。係啊。行擺假設要睡啦吼，10個內。好冇？等下學下功夫下高啲喎哈，人類。係哦。你下子動唔耶？其實你做得很棒，只是不是用交流啦，互相交流一下，學習一下。哦，恭喜！阿曼姐吼，會參加啲嘛感想嗎？增加經驗啦，攞嚟聊啊，看睇一架啦。還有看到馬上哦，很多帥哥啊，還有美女啊，要兩個全部美女啊，還有那麼多帥哥啊。哦，行擺假設很有機會哦，行來來麼？愛，你講嘅哦，你講嘅哦，大哥哥，獎金。好，一言為定。恭喜！好，講真嘅呢，大概我們都說呢，羅亞導別非常高流來學習，但是呢，行係必須啦。不過你看呢，鄉親朋友來比賽時間行係會衰唔老高，因為呢，大家對比賽那件事情係十分的重視哦。唔過有緊張，才會有好的表現。今天呢，兩組都有十分戰隊的表現，我們也知道。
当好食的家常料理。因为你还比赛哦，所以龙珠却拿出这个10分的努力来表现出一家不卡的美食啊。所以今天食堂我们专业厨师做的料理，和做的食堂妈妈做的料理，会非常的欢喜，所以放让大家家家咧本来食当好食的东西吧，家家咧报名参加哦。我唔错，依家之主呢，就等你睇起家家来挑战过，唔是算唔落高啦，向下来好是不是错的吼？依家之主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